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，以及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第3章14节到第16节。民数记21章第4节，以色列人离开何珥山，往红海的路行，为着是要驶过以东地区。伫路上，百姓开始不耐烦，因攻击上帝甲摩西讲：为什么将阮带出埃及，爱阮死伫这个无食物、无水的旷野呢？阮吞袂落这个歹食的物件啦。对安尼，上主找毒蛇进入百姓的中间，侪以色列人互毒蛇咬死。百姓来见摩西讲：阮出恶言攻击上主甲你，阮犯罪咯。现在求你祈祷上主，互这个蛇离开阮。摩西就为百姓祈祷。上主吩咐摩西做一尾铜蛇，挂伫条顶，通互毒蛇咬着的人，因为看见这个蛇来挖。就安尼，摩西做一尾铜蛇，挂伫条顶，互毒蛇咬着的人，一看见这铜蛇就挖。第二位的圣经伫约翰福音书第3章14节，拄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铜蛇，人子也必须受举起，要互所有信伊的人，拢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甚至赐伊的独生囝，要互所有信伊的人，无至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以上是上帝的话。四牧师今仔日带予咱的信息是仰望的恩典，请咱做伙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俗语讲：牛就是牛，牵到北家也是牛。请问，咱听到即句话，感觉安怎？我想咱大部分的人拢认同，因为即句话讲出了人性的软弱甲无奈。但是，即句话也好亲像诚多咱人无愿意改变的借口。愿上帝施恩怜悯咱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伫主日的早起，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收拾阮溃烂的源头。主啊，真侪时阵，阮因为家己的歹习惯，也是社会的事件，阮周围，阮家己看做无如意的代志，滴到阮的心内，常常有真侪怨愤。也是埋怨，主甚至伫即个礼拜，顶礼拜伫阮的台湾的社会发生真残忍的代志，就是细汉查某囝，互人来杀死。主啊，阮真正是无愿意，阮的社会发生遮个代志，总是因为人的软弱，人感觉家己无法度做啥物，却无来找求你。滴到阮互黑暗的势力来捆绑，感觉家己着照家己的意思来行。主，因为安尼，互细汉囡仔的性命无去，也互一个家庭受到真大的艰苦。主，阮恳求你来帮助阮，无因为遮个事件，也互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产生仇恨、产生无奈，也产生黑暗的想法。主，因为你的话就是阮脚前的灯，就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，会当搁一摆转来你的面前，知影当阮人无法度做啥物，无法度离开这个罪恶的事，阮只有独来仰望你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通过你的话，互阮每一个人今仔日得到快乐，也得到改变，互阮会当食做上帝你要使用的器具。上帝恳求你亲自带领阮。
会当搁一摆邀请信心进入阮的内面。上帝，你着亲自来恩怨每一个人讲话。主，阮恳求你的心甲阮伫地。阮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目前咱教会读经的进度是读到旧约的圣经民数记。民数记通讲是以色列百姓因伫西奈旷野旅程的一段历史。这本书的册名甲一个真重要的以色列的历史事件有关，就是人口调查。民数记的内容会当分做4段。第一段，民数记第1章第1节到第10章第10节，就是摩西要引带以色列百姓因出埃及了后，第一届伫西奈山，伊钦点以色列20岁以上的查甫人会当出去烧战，因为因要准备要前往因所上帝应允因的迦南地。第二段是民数记第10章11节到14章45节，是以色列百姓伊伫西奈山来到迦南地的南部加迪斯，伫遐摩西派了12个侦探出去，10个转来就报歹消息，直到以色列百姓因无信心，也互因无法度进入迦南地。第三段就是民数记15章第1节到21章35节，这是描写以色列百姓因伫旷野流浪的38年的过程。第四段民数记22章第1节到36章13节，以色列百姓因搁转到加迪斯，行到摩押的平原，伫约旦河的东边，摩西搁一摆清点人数，准备要进入迦南地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就是第3段的部分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已经伫旷野流浪38年。这38年中间，有记载2个事件，非常的详细来记载。头一个事件就是20章，伊记载了米利巴水的事件。当以色列百姓伊搁转到38年前的老所在加迪斯，搁因为无水通啉来埋怨，摩西为着因用拐啊拍石盘。这个动作虽然互水流出来，总是嘛互摩西亚伦无法度进迦南地。第二个事件就是21章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火蛇甲铜蛇的事件。米利巴水的事件了后，以色列百姓因着对加迪斯出发，因为以东人毋肯借路互因通过，因只好着西到东边来到摩押地。这段路程非常的歹行，所以百姓佫开始埋怨，甚至也嫌上帝嫌摩西，不断地熬念。结果上帝就管教因。今仔日牧师要对这2个事件，要来引带大家做伙来思考，上帝安怎互世间人伫软弱的无奈中，为咱拍开一条稳定的道路。第一个就是人性的软弱甲无奈。咱看到以色列百姓，佮受到咱家己，就会深深体会，咱人的软弱，真正是拢同款。拄则所讲的头一个事件，互咱看到38年前甲38年后的以色列百姓，通讲拢无啥物改变，也是同款。只要一个拄着物质需要无满足，因就埋怨。38年前，记载伫民数记11章的所在，旧的一代以色列百姓，因伫加迪斯搁哭搁闹，因怨叹玛纳歹食，怨叹无其他物件通食，搁怨无水通啉，而且搁讲摩西将因对埃及带出来，就是要互因死伫旷野。38年后，也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，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5节，
新的一代以色列人，因所讲的话也是同款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的38年，伊亲身经验过真济新约甲技术，好亲像啥物？有风条、火条来保守因带因，搁咧，因食玛纳、食鹌鹑，搁啉石盘流出来的水等等。但是，只要环境变做艰难，因的物质需要无得到满足的时，无论是新的一代，还是旧的一代以色列百姓，因犹原是埋怨，照常口出恶言。各位，40年如一日，这句话用伫这群爱埋怨的以色列百姓身上，实在是真下。其实，互咱安静家己想看卖，咱每一个人也甲以色列百姓同款。亲像罗马人书第7章18节安尼讲，因为我知我的本性内面，就是我的肉体内无好之地，因为论迄个意爱我就有，行迄个好我就无。好亲像伫咱的内面有一个软弱的本性。圣经创世纪第3章有记载，夏当和夏娃因食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了后，人类拢有欲望，想要食做上帝，来满足家己的需求。各位，家己想要食做上帝外在表现的其中一种的方式，就是当物质环境无照着咱家己的意思，或者是不如意的时，包括咱日常生活食的、穿的、用的等等，就会开始来埋怨，就会开始口出恶言。咱拢有即款的经验，咱伫厝里食饭，拄啊做了食饭前的祈祷，一个讲阿门，目睭一个紧，马上就哎哟，那菜遮少，那饭食起来遮甜啊！汤阁冷冷，即个肉吼阁真老，咱就开始嫌，迄个埋怨甲无满意的感觉，常常就是反映了咱人内面的迄个自义甲自我中心，迄个无满足，也是反映了咱内面的自私甲贪心。所以自义、自我中心，搁加上自私贪心，这就是掠家己最中心，自以为是。这就是人软弱的本性。人拢有软弱，也有血气。其实咱拢真容易因为环境的不如意，咱就怨天怨地，还阁怨东怨西。拢会感觉所有的人拢对不起咱，甚至连上帝也对不起咱。年纪已经120岁的老摩西，伊嘛同款。咱对圣经来看摩西的一生，大部分的时间伊拢表现了真好。不过，伫民数记20章、21章的中间的摩西，好亲像无共。咱看民数记20章12节，安尼有记载。耶和华就对摩西、亚伦讲：因为恁毋信我，无伫以色列人的目睭前尊敬我做神，所以恁袂得通带这的会众入我所赐予因的地。24节佫讲，耶和华佫讲，亚伦得要死，因为伊袂得通入我所赐以色列人的地，因为伫米利巴的水，恁违背我的命令。第12节所讲，无伫以色列人的目睭前尊敬我做神，甲24节所讲违背我的命令，
是啥物意思？真侪人对伫即段圣经的解说是讲，上帝是甲摩西讲，你爱摕你的拐啊，到伫石盘的头前，命令吩咐，石盘就会流出水。但是圣经记载，摩西是摕着拐啊，走去石盘的面前，安怎出力拍2摆的2边的石盘，就是即个拍的动作，就是无伫以色列人的目睭前尊敬我的罪行，甲违背我的命令。所以摩西甲阿伦因就无法度进入迦南地。各位，敢真正遮尔啊严重？迄个拍甲命令，真正有遮尔啊大的差别吗？摩西到底伫倒一项事，无伫以色列人的目睭前尊敬耶和华做神，还佫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？若是咱看诗篇106篇32节到33节，咱就会真清楚。圣经安尼记载：因伫米利巴的水，阁互耶和华收去，甚至摩西为着因的缘故也受亏损，是因为因误逆因的上帝。递到摩西讲出兽性冲动的话。这段圣经讲，迄当阵摩西讲出兽性冲动的话。咱若是看咱头前迄本黑色的圣经，现代中文一本的圣经，伊就是翻译讲摩西讲了无应该讲的话。这就亲像以色列百姓因的嘴所讲的遐个埋怨甲愚昧的话。伫即个事件顶面，互咱看到罪啊，特别是埋怨，特别带有影响力，特别带有传染力。互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来影响。伫米利巴水的事件中，互咱看到，一开始只是遮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，因埋怨上帝来犯罪。但是当摩西的发起也受到影响的时，也缀着以色列百姓来犯罪，将伊内面的迄个软弱激出来，递到伊讲了无应该讲的话。顶礼拜，伫内湖发生迄个细汉查某囡仔伊的命案。代志到今仔日，其实咱的媒体有报道真侪残忍也是负面黑暗的报道。因为遮个报道，递到也激起真侪人的迄个生气、愤怒，甲迄个惊吓，来对伫咱的社会有搁较侪遮个仇恨。也是埋怨、失望，甲无信任。但是细汉查某囡仔，伊的妈妈，伊真勇敢来抵挡遮个罪甲埋怨的势力。伊出来呼吁大家，要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咱的社会，永远要用信任甲疼来珍惜咱身躯边的人。各位兄弟姊妹。倒转来，咱的信仰，一个人会讲出埋怨，迄就是内心对上帝无信心的表现。一个人会讲出埋怨，迄就是咱的内心对上帝无信心的表现。无互上帝诚做上帝，是家己想要去诚做上帝。民数记20章第10节记载。摩西阿伦就召集遮个会众到伫石盘前，摩西就对遮个会众讲：恁遮个背义个人啊，着听，阮着互水对即个石头流出来，互恁吗？摩西在讲即句话口气，听起来就好亲像伊家己就是上帝啊！这就是摩西伊对上帝无够赢的信心。当然，独要挖靠家己的事，常常拢会互家己的软弱，甲迄个火气，带入迄个埋怨的中间，互咱对人、对家己感觉无力，也真怨叹。
但是创造世间人、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伊伫人完全无力、怨叹、想袂出办法的时，伊手术五万互世间人，就是上帝的怜悯甲恩典。这就是咱今仔日要讲的第二点，上帝怜悯恩典的五万。第二个事件就是讲到有关火蛇甲铜蛇的事件，也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。当以色列百姓因为埋怨，因着火蛇夹着的时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上帝为因立一个恩典的记号，一个恩典的记号。伊爱摩西用铜做一尾火蛇，放伫迄个棍仔的顶面。既然互火蛇夹着的人，啥物拢无需要做，只要目睭注神看迄个铜蛇，就会当得到医治。各位，伫以色列的百姓的中间，应该有医生，但是上帝并无叫因去找医生，甚至也无需要因走去棍仔的下面，互火蛇夹着的人。伫任何的所在，只要抬头看棍仔顶面的迄个铜蛇，啥物拢毋免做，就会当得到医治。这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是伫无力、怨叹、绝望中出现的一个愿望，一条拯救的道路。不管这以色列百姓，伊是偌尔啊害、偌尔啊歹。带领因的上帝，也是愿意受施拯救的恩典予因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棍仔顶面迄个铜蛇代表啥物？伫约翰福音第3章14节到16节，安尼记载：佫亲像摩西举起蛇伫旷野，人子也的确着安尼受举起。互记那信的人踮伫伊有永远的活，因为上帝将独生子授予世间，互记那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远活，伊疼世间到安尼。今仔日咱面对家己的罪，大家的罪，这个罪只有会当带咱行往一个结局。就是罗马人书第6章23节头前讲的，因为罪恶的代价就是死亡。棍仔顶面的迄个铜蛇，就是代表十字架顶的基督耶稣，伊担当咱所有世间人的罪责。对罪无法度做啥物的世间人，只要独仰望十字架顶的基督耶稣。咱就会互咱人得到拯救，得到赦免，亲像以色列百姓得到拯救同款。所以保罗佫伫罗马人书第6章23节，佫继续讲：上帝通过主基督耶稣，白白赐予咱的恩典，是永远的活命。兄弟姊妹，啥物叫做仰望十字架顶的基督耶稣？仰望十字架顶的基督耶稣，就是互上帝加做上帝，就是互上帝加做上帝。当咱在面对物质环境的时，无论是食的、穿的、用的等等，咱拢甲以色列百姓同款，真容易操烦，真容易不安，咱也真容易埋怨、自私、自我中心。安尼，咱要爱安怎，才会当仰望十字架顶的耶稣，来解决咱的埋怨的问题呢？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33节，安尼讲：独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这的物，拢要煞互恁。真侪人掠做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的意思就是讲。
咱只要咱好好伫教会，常常参与聚会，积极来参加小组，认真拍拼，服侍这服侍迄，上帝自然就会解决咱的工作、咱的婚姻、咱的家庭、咱的经济等等，这各方面所拄着的问题。各位，即款的解说，甲耶稣的意思无共。大先求伊的国是啥物意思？国即个字，伫英文叫做 kingdom， 就是 king 国王，甲 domain 就是领土范围、势力圈，就是这两个字来组成的。所以咱若是讲到国家，就是国王掌权的范围。所以既然地球的国就是地球的国王掌权的范围，请问天国是倒一个国王？就是天顶的国王掌权的范围。所以求伊的国的意思，就是互上帝掌权，也就是互上帝负责。咱无需要烦恼，无需要惊吓。求伊的字是啥物意思？伊的字就是上帝疼。咱搁较歹，搁较毋好，上帝有缘疼咱，伊会担当咱一切责任。伊疼咱，虽然咱内面有缘，还阁有真济需要，但是这个需要拢会伫上帝内面得到满足。当咱大声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就会看到上帝掌权，上帝负责。这就是仰望十字架顶的基督耶稣的意思。请兄弟姊妹，互咱放落家己的主见，将咱的主权交互上帝，互上帝加做上帝。放落咱家己内面迄个无安全感，互上帝疼来满足咱。俗语讲，欢喜做，就安那甘愿受。当一个人伊得到满满的疼的时，伊就袂出声埋怨，伊就会甘愿受苦，而且伫受苦的中间，伊有平安，伊有喜乐。诗篇23篇第1节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我无欠缺，伫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 I shall not want， 就是讲我拢无需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的内心有了满足。当我知影上帝是我上大的满足，我就无需要去争取，我就无需要去抢，我嘛无需要去吵，我嘛无需要去闹，因为我相信伊会照顾我，因为我相信伊对我的引带甲安排，因为我知影伊疼我，而且我并无需要做啥物，甚至连我的祈祷也未讲出来以前，伊拢会担当我一切责任。所以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是爱对心内完全仰望十字架顶的基督耶稣，将咱的自私、自我中心，全部甲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，互上帝完全掌权，互伊的疼充满咱，互咱的内面得到满足。丢落教会创始者加利文，伊讲：一个真正认捌人的人，才会当真正认捌上帝。也只有真正认捌上帝的人，才会当真正认捌人。有点绕口，不过伊意思是讲，只有真正认捌咱人的软弱的本性，咱才会当真正去体会、较经验
倚靠上帝大气力的稳定。也只有对上帝迄个大气力，咱有真正的认捌，才会知影，咱人是需要完全倚靠上帝来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疼摩西，上帝疼以色列百姓，同款，上帝嘛疼你，也疼我，伊疼咱每一个人。只要咱独独仰望十字架顶基督耶稣的救恩，就会当重新甲上帝恢复迄个正确、合宜、美好的关系。当咱搁一摆强守圣餐，也就是搁一摆甲主耶稣基督做伙结连，互咱仰头仰望十字架的恩典，互咱纪念主耶稣基督为咱的罪所付出的代价，互咱将家己交托互十字架顶的基督耶稣，通过伊的果仔，咱搁一摆甲果仔的主耶稣同齐道，互咱的生命充满基督耶稣果仔的疼，甲毋忘的快乐，也要将即份疼甲毋忘的欢喜去分享互咱周围的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要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献上感恩，因为阮知，当阮也是罪人，也搁无完全的时，你犹原疼阮，犹原救赎阮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会当珍惜即款的救恩甲救赎，互阮常常将家己带到你的面前，无互阮家己的老的自我，也是迄个个性，甚至是外在的事件，来影响着我，常常伫阮的喙来高念，来讲出真侪得罪人、得罪上帝的话。主啊，阮恳求你的神来帮助阮。当阮伫即款的软弱的中间，就互阮会当仰望你十字架顶的救恩。主，互阮知影阮家己的毋好、甲软弱、甲有限，愿意将家己交伫你的手，搁一摆邀请主，你进入阮的心内，掌管阮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互上帝真做上帝，伫阮的生命内发挥真好的功效，互阮每一个人。无论伫倒位，拢会当互人认出阮是你的学生。主啊，阮搁一摆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你，恳求你的神亲自带领阮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